大师兄弟在问你们好，我们就是今天就是27课的教导，我们就是今天就是要关注这个27课的教导，就是那个主题就是这个是调节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就是直接回答说，这个就是为了指引导以色列人的要到迦南地啊，还有这个是7:2，就是为了保守以色列的儿子们不会跟其他的国家要混合在一起啊，因为那位拯救者就是要从他们中间要出来，就是拯救者要来临的话，那个拯救者就是要说，只要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不需要那个拯救者来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总说这个十条世界，因为他要帮助等到那个拯救者。因为等到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以色列人的跟那个埃及人的，还有跟那个就是那个地主，就是跟那个魔鬼在合作，为了保守他们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拯救者必须要保守，就是为了保护保守那个以色列的，就是这个法律的话，就是不能使过任何人的事达到完全的，就是为了保守他们，这个时候没有能够保守他们，因为放在这个法律之下都是罪人都是犯罪，没有一个人能解脱出来。这个就是叫那个上帝就是怎么说，诫命来到。最诱惑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不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说这个是有什么意义啊？就是为了给以色列的要遵守，要引导他们到迦南地。我们就是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给以色列的遵守按照那个上经所写的在那个出埃及记第19章第3到第5节，这个就是给那个以色列的遵守。出埃及记第19章第3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要许以色列的人说，颁布这个法律的说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那个拯救者就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他们就是要保守，他们不会要做其他的国家的风俗习惯，这是上帝的计划。我想爱子人所信的是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的鼻子在翅膀上的带来雇我。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总说的约，就要在外面的中就说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边的经文的就是说，这个是给以色列的要遵守，因为这个就是非常颁布的时候就非常明确的，因为上帝的儿子必须在他们中间出来，为了他们能走路为了教他们跟上帝能做的一切还为了保守他们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混合在一起因为其他的国家都是做刑事做坏事那这个就是目的，就是当到拯救者来临的时候，就是就是这个圣人的拯救者。那我们先查一下这个上帝关于这个，就是要给以色列的要引导他们到迦南地在生命记第10章第1到2节，你要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上帝到底怎么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的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的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这个地的长寿为业。这个就是定义，定义就是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就是有父亲耶和华给他们这块
地，就是他们能活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没有那个要上升的顶上殿的计划，目的地就是他们能够存活着，能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只能活着，却在他们中间就没有就说这个是条件，真恐怕的事情就是说就是那个诫命来到最有祸了，就还有这个就是那个死亡教人的死亡的律法，这个就非常危险的，在那个碰不这个世界的说是一个良善的，但是后来他没有就说这个话，他就变得伤害人的。为了教他们能进入到迦南地啊，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就以色列的，因为就是要去那个迦南地，就要把这个法律颁布给他们，要放纵说这个法律都是做错地址，所以你不要跟那个其他的国家一起，要把你的家或者去那个其他的国家的女儿，恐怕就是你这个就是那个地方，你所住的地方把你吐出来。我们阅读下那个申命记第4章第1到2节，我们放有的名字来阅读下就是亚法你们的上帝要领你们进入你们将占领的土地，他要赶出好些民族。你们往前推进的时候，他又赶出这个比你们的强大的民族，就是赫人的、各加撒人的、亚摩利人的、迦南人的、比利斯人的、西维人的，也不是人的。第二节，亚法你们的上帝要把这些民族交给你们的，你们要击败他们，彻底消灭他们不可连续或跟他们缔结条约就是他们就不需要跟其他的国家为缔结条约为了这个，他们就要颁布给他们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拯救就是要来临的。我给你们已经教导过，那个拯救者就是来自天上天。假如说这个以色列的跟那个其他的国家要混合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是在他们的面前就变成了网络就是那些犯罪如果他们跟那个犯罪在一起的话，他们就变成那个拜偶像、奸淫的、做些说些亵渎的，这个就最起码为了保守他们。那我们都看到现在那些宗所世界都在犯罪做坏事你们这个是你们自己说的，这个是实在，因为保罗是那个保罗是都说诫命来到就活了，这个是上经记者说诫命一到就有祸了，这个就是一条法律，这个你不能说这个那个。再说我们今天就不说这个话题，我们的话题就说为什么颁布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为了叫以色列的要灭绝那个大的国家，叫他们不会成立跟其他的国家的条约我们在是要讲下去的话，就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34章第11节，我们开始阅读。出埃及记第34章第11节，我今天颁布给你的法律，你要遵守，在对进的时候，我要赶走亚摩利人、迦南人的、赫人的、比利斯人的、西维人的、也不是人的。你要谨慎，不可跟所有去的地方的居民立了什么条约，因为那将成为你证明的罗网。这个是叫做颁布说，你不需要跟那个其他的国家要成为就是要教会因为
相反的，你要在乎他们的祭坛，接受他们的神主，看到亚舍拉的女神的像，不可敬拜任何人的别的神，因为亚法不容忍的给我对的生命，不可跟当地的居民结盟，恐怕他们在向自己的生命里百姓就是要邀请你参加，而你会被引诱去吃他们的献给上面的祭物。为了这个，就是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就不会跟那些那个其他的国家混合在一起，为了不要做他们的那个其他的那个外邦人的风习那个坏风俗习惯了。为了他们能平安到那个迦南地，为了否则他们就会到不了这个迦南地呀。就是那个，如果他们到不了的话，那个拯救者就不会出来。所以他们必须要到，因为那个拯救者就是在他们中间要出来。然后那个上帝又说，在那个利未记他说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法律的话，我就从这个地方要把你们吐出并且你们不要信那个其他的国家风俗习惯。那就是这样，那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都被绿到被赶出去因为这个就有为给犹大人中说的，因为咱们在走路的时候很多敌人的，所以为了颁布这个摩西的律法是条件，为了保守他们，那他们到那个迦南，那就是这个就很清楚就是他们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再经说。那其实就是当到那个拯救的时候，因为这个拯救就是在他们中间生下来。那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利未记的话，你们要经受我的宗说，因为如果你们不遵守的话，我叫那个地方把你们吐出去所以那个以色列人的都没有遵守那个地方那块地就说把他们吐出去所以你们要经受忠心的我一切的努力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居住的地，你们地那把你们吐出，那就是你不叫那个地要把你们吐出的话，你们就必须说吩咐你们的话，所以他们都被绿到别的地方，所以因为他们不遵守这个世界，以色列人的都因为他们都没有遵守这个十条诫，他们就别赶出，他们就遵守这个十条诫，他们就别赶出去所以你们那边你们都宁可没有住着那个以色列那边了，你们也要遵守这个十条诫，就是你们是有得了什么毛病的，因为这个就是叫做人家有赶出去的话，你应该找别的办法，因为以色列的都能看到上帝都没有遵守这个十条诫，所以你也说那个上帝是需要别再胡说八道你要不要违背法律吧？因为这个是这样，就是为了给以色列的宗说不就跟其他的国家混合在一起并且要把你赶出去你妈的家人法国人的、英国人的、中国人的，这些都把你们赶出去你们印度就是你们那个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的、巴西那家人的，你们有小动了，因为这个你们在这个法律之下都被赶出去因为法律直接说要把其他的国家赶出去，这个真的是严重没有理因为这个实际是到底要给谁给那个以色列人的宗说，为了做他们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混在一起，就是阿拉伯、法国那个美国人的不会跟其他的国家有宗说。我们继续讲下去在第23节，我在你们面前所住处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做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了他们。如果在这个时代有的家人的话，或者法国人的话，或者是英国人的话，你们都是被赶出去
因为别干是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引导以色列的到迦南地，还有在从那个西奈山上到迦南地，就是为了这世界就是为了这个要蓬勃而蓬勃的。要递到这个世界的话，就是最大的国家都别赶出去，因为原因的就是那个其他的国家都信了那些坏事啊，所以那个父亲也发出来报说他们，因为那个就是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们的后代蒙福啊。这个应该是在那个创世纪我这个圣经都已经弄坏了这个是在哪？就是在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代蒙福。小孩子你们查到了没有啊？那我们就来查一查。这边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地上的王国都要因你的后代蒙福。对了，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地上的王国都要因你的后代蒙福啊，因为你听从我的命令都是在亚伯兰的后代，地上的王国都在亚伯兰的后代蒙福。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我们一起阅读。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代蒙福，因为你遵从我的命令。我们这边就能看得清楚圣经就是记着说，地上的王国都要以色列的后代有蒙福那就是亚伯兰的后代为了给王国的蒙福，就是来报说。这个蒙福就是那个拯救者，那所有的以色列的行政都要公布这个拯救，那最后要无啥子来临的，那要无啥子通过这个上临的，就是他把上临的封寄给那个使徒，他就说那个这个法律就是看守们的，直到我们亚乌刷来临的时候亚乌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总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个父母来的时候他就来照顾他的孩子，所以我们那个父母就是要无刷，那我们就是来尽要无刷来照顾我们的，我们就是在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不需要他这个不给我们其他的国家总说，这个只能在以色列的地总说。我们在阅读再读下这个经文的话，因为这个就是给那个一些总说为了教那个拯救者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要说那要说来临的时候，就是说要说就说要生的时候呢，要说就从他们里面出来，要说来临的时候就是要说来照顾他的孩子，这就是要我说他是漂亮着呢。他是漂亮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他是漂亮着，他是真的非常帅，因为他做的是善良的事情。我们来读一下，就是在那个申命记第6章第一节，这个只能主说在以色列的不可以拿去马达加斯或者法国、美国或者尼利王，只能主说在以色列的。这是亚法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这就是父亲亚法，就是说你们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典章在哪里是在你们所过去的伟业的地上中心的，
就是说，这个就在以色列的总说不可以拿去在美国、在法国、在印度尼西亚或者在阿根廷的、在巴西的国家都不可以拿去哪里总说的只能总收在以色列的。那我们之后的就是在那个生命记第12章恐怕这个今晚的就是非常难过的话，因为西家从来没有偏心的，因为连这个都给我们有读下去啊。你们的定住在亚法，你们的祖先的上帝赐给你们的土地时，要终身的精神遵守这一切的法律的诫命。我再阅读一下。你们的定居，你们在亚法，你们的祖先的上帝赐给你们的土地是要终身的精神遵守这一切的法律诫命。你都自己知道，你们都遵守这个世界都是走错路了，赶快离开吧，因为你们都要下地呀。因为这个不是给你的总说，别这样了。只要给你的，你就要总说。你所给我们公布的，就是要我说是世人的礼乐啊，按照那个上经所写的啊。那这个就是对我们讲清楚的话，因为这个就是给以色列的要总说。这个没有必要啊，要总说这个事情。需要再总说这个世界，那个就是那位伟大的行政越来强调，他就是大的话我们不能阻止啊，不能抗拒啊，因为就是我们必须要听从限制的道。那要我说就这样宣布啊，他就是要把这个杀人赐给那个保罗使徒。就是那些犹大人叫他撒拉撒温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保罗使徒，就是你们按照你们的说法，那就是这位保罗使徒他是漂亮着。那你都说你可能对我说我说大师都一直说这个漂亮着呢，这个漂亮着是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这个是不是在漂亮着，不是在表面上面漂亮着，就是在那个心里面的，在它里面的漂亮着。我不知道那个技术员那边有没有漂亮着，我这边都是漂亮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3章第23节，加拉太书第3章第23节。就是保罗使徒他就马上宣布这段经文的，你要认真听一下。但是新的时代没有来临的以前，就是你要信仰无双，你的家人都是会得罪。就是没有说是你要信世界都是个文字，你怎么信那个文字？说的就是你要信仰无双。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先查一查使徒行传第16章。这个是在哪？使徒行传第16章第30节，我们一起阅读一下。就是那个信的这个信仰是谁？我们来跟那个使徒跟他说问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他与上帝同在，他是伟大的先知，上帝的道在他的口中，他要颁布这条法律，他怎么说？就是那个有信仰的，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16章第30节，就是有信的，就是要我说使徒行传的第16章第30到31节。接着领他们出来问说：两位先生，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我愿意是有说这样照样的话。
因为你就是越无耍，就是变成了帅哥帅，不会再犯罪，因为这个才能叫帅。然后这两位先生，我该做什么才能得罪？他们说，信主要无耍，你和一家人就会得罪。这就是你要求告他的名字，就是你就能可以得罪。这个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22章第16节，但是没有说是你要呼求那个世界别这样了，别再骗人的，不要再骗人的，不需要再骗人的，你要就是让火焰说就来我们这里，那么你还当个什么呢？我想提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世人在这个世人的，你起来呼求他的名，你呼求他的名字，你想要得罪的话，你就要起来呼求他的名字，然后到要无说的教导。对你们的在外国的话，你们就是可以拨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如果我们在这个主年之下死了之后，你们就在下地狱那里。因为你要去教堂的话，要崇拜的话，就是要找真正的上帝啊。因为你那个财富那个财产不会能得罪你。如果你对什么都不怕的话，你怎么去一生的话因为就是你就说没有什么，所以你要寻找要胡说起来呼叫他的名字，领受洗礼，好接近你的罪。就是说你要信仰的时候，你要起来，然后寻找要无说的教堂。或者寻找一家，然后就是要呼求要无说，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快乐的原因，要呼求他，因为与他要无说动作是非常非常特别好。只要你想要大胖漂亮的话，就是找要无说这边就是一直都要快乐。那我们再读下那个加勒泰书。因为现在有说动作，因为你都在这个十条戒之下都必下毒。这个是23节。等是新的时代还没有来临的，以前的这说的就是要说法律看守着我们，像看守着囚犯一样。就是你在那个法律上面看守着，就因为要说没有来临的以前，那这边这个时代就是那个其他的国家，就是在那个他的生活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不是那个英国人的或者是美国人的他就是说，如果要说没有来临的以前，就是这个法律就看守着我们。如果你想帅的话，就是我请要听这个教导。有说动作都是漂亮人嘛，不会再犯罪。这是非常非常好，在这个地球上，这个是最好的之一啊！因为不再犯罪，然后就是要跟随一点，因为只有这点才能碰到这件事儿。听到这个过后就不需要再制度，而且你这个不要再模仿因为这个是上帝最伟大的工作。这样的就是要无说没有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那个法律上面是要红海，像那个红丸子就是那个法律要哄你的，就是你就是那个人脸，在那个法律就把你哄起来了，那就是这个就是大于那个是。他就是那个公认的，那个世界就是等于公认的，就这个世界还有这个摩西的律法他就是要看守那个人的，看守就照顾人的当时的看守着，
就是要说没有来临的时候以前的，就是这个法律也肯说你们，这个是个马达加写的，也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想用德语的话，我就请你要认真听这个教导啊，因为与他我说动作都是非常漂亮，真的不会再犯罪，这个是非常特别好。在我们在地球上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就是有人不会再除掉，这个就是那个国际的动态，是可以说是这个就是家才能碰到这个，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上面只有他能碰到，所以不需要你再嫉妒，这个你不可以模仿，因为这个上帝的最伟大的工作。这样法律成为我们的监护人的，这个因我们故意想要我说，就是要我说没有来临的以前的，就是你在那个法律之下，就是那个法律就是要哄你啊，要哄你啊，就是你要那个法律要哄你们，那就是那个这个法律就是等于一个公认的公人，那就是那他就是要来照顾你。就是这个模式的法律，这个是叫他就是个当保姆啊。因为当时的保姆就刚说着，就是那个做这个工作只有保姆啊，这个是非常清楚啊。我没有说是世界就是个因为就是等于保姆啊，但是我就是打个比喻，就是我说没有来临的以前，他是做这个保姆的工作，你要想好。就是那个对那个保姆啊，就是那个父母啊，但那个父母没有来的时候啊，但是有些人的就是那个父母来的时候啊，他就是要来亲吻这个保姆啊，应该是要寻找他的自己的父母啊，所以这个法律啊，成为我们的监护人的，指引我们故乡要说，是我们的心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就是要说没有来临的时候啊，然后你们就是要通过那个，就是在那个法律在中枢然后我们就可以得以成义啊。但是在那个中说法律之下，就是没有得以的没有成为义。那如果你想要男帅或者是女漂亮的话，漂亮着，因为这个中说这个是条就是不行。在第25节，既然现在是个新的时代，法律就不再监护了我们的原来就是你不需要在中说这个世界，你要把这个要把那个摩西的律法世界不会再监护我们，要监护我们就是要我说的法律，这个就是记者说。我们就是在要我说的要我说法律的约束的，是哥林多前书应该是第9章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在受要我说法律的约束的对了，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1节。第21节我们就是在是受要我说法律的约束的，就是我们监护在要我说的法律之下，没有跟这样的快乐。我给你讲这个，就是给那个以色列中说的话，要引导他们在迦南的地，现在就在要我说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1节。同样的，跟法律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法律外的人，不说犹太的法律拘束，我也要成全法律的外的人。然而，这不是服从的上帝的法律，其实我是受要我说的法律的约束的。
因为我希望你都要离开那里，因为这个就是你这个不要给你不是给你总说的，我们不会再被那个这个法律在监护的，我们就是在要无刷的约束的，所以你要跟随要无刷，因为它是真正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叫那个外邦人的犹太人的要产生的冲突的话，我们在想，这个是条件有没有被拆毁掉了？要我说真的把它拆毁掉了，因为这个是叫犹太人的外邦人的要产生的冲突。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下课的教导，亲爱的父耶娃，非常感谢你这个教导，我们听到这个教导，我们真的非常快乐，非常幸福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带一个永生，尽把有这个教导，亲爱的父耶娃，就是为了听着人给他们好处，给他们的永生。亲爱的父也发请报道我们的祷告，请证据他们不会再犯罪。你难过于你有所同在，荣耀归你的。我放有什的名字做了这次祷告。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